供吼，对这个任何有需要的吼，包括我嘛一定会来督促中央吼，全力把咱的这个大城乡来到3工吼。第一只特别感谢吼，咱的蔡天克国策顾问啦吼，蔡天克国策顾问吼，听到总统要搞吼，你就不必予伊心想事成，搁读进来。有些走，他有一些回去。今日多立冬啦吼，补冬食到上好康我加油吧，大家拢。阮这阿公吼，专工当中拢要来吼，无论咱我一定要有参加啦。谢谢。还今日多立冬啊！谢谢。继续帮咱大城乡来努力，嘛甲咱吴主委同款，继续帮咱大城乡来努力，继续甲蔡总统为咱台湾来打拼。第一车感谢大家，祝大家身体健康，万事如意，谢谢。多谢咱认真打拼的洪宗义，要甲总统同齐来打拼，咱是毋是搁增加到400亿？意思就是讲，咱要互咱的老大人搁较侪的服务。咱的服务的时间会使搁较长，品质会使搁较好。咱在地有一寡人有时间想要找头路，爱照顾老人嘛是一项头路啊。所以咱嘛有足侪人，即马嘛咧做照顾咱的老大人的工作，因的收入嘛袂歹，所以这个是咱照顾咱老大人的一个制度。所以咱在现场咱的时段。咱会记一个电话号码叫1966啦咱若需要人帮忙，需要人照顾，是不是大家拢卡1966，有人接电话，看你的情况是啥物款，就有派人来甲大家服务。蔡英文，蔡英文，小英，黄正义，我们总统今天百忙之中特别来到咱大城，即马总统。